買樓星途，置業有着數。大家好，我係阿麥。咁我哋今一期咧係嚟到咗中山石岐區首個4.0住宅，就係建華龍湖香生頌。咁啊，在此期間啦，我想同大家講，無非依家中山目前賣緊嘅4.0住宅咧，就係香生頌同埋我哋嘅保利龍園。咁啊，買得呢啲4.0住宅嘅，只會有兩個結果：要麼你會成為引頭等通嘅人，要麼你會成為第一批被割嘅韭菜。因為首先4.0產品係目前處於中國市場內最新嘅一種住宅產品，而且咧喺中山，我哋喺大灣區喺中山呢一邊咧，亦都係首次見嘅4.0住宅。所以無論係從佢嘅居住體驗上邊，大家係未體驗過嘅，又或者係從佢最新嘅一個佈建方式，我哋係極能可以去把握得到啊！所以呢一個嘅話咧，亦都係美中不足嘅一個地方。而今一期咧，我哋嚟到建華龍湖香生頌咧，亦都係為大家嚟睇翻點解呢個樓盤可以做到更熱銷啊！咁啊，正常目前一個月嘅一個銷量咧，會喺30-40套。咁啊，之前賣得好嘅一個月係可以賣到70-80套。咁啊，究竟攞200-300萬嘅人群出嚟買房，究竟又係 buy 唔 buy 呢種4.0嘅住宅呢？啊，經過一輪嘅一個熱銷之後，依家係回歸相對嚟講比較平靜嘅一個階段。咁啊，可能你之前關注翻4.0嘅住宅，但係佢嘅價錢比較高昂啦。咁啊，依家相對嚟講價錢傾價嘅空間係會多咗些少嘅。咁啊，正常4.0嘅共同點喺邊一度呢？就係喺氣派呢兩個字上邊。咁啊，首先可以見到大門口嘅位置，佢呢度嘅門頭位咧，足足係去到有70米咁長嘅，而門口咧亦都係採用咗我哋有20米嘅一個迎賓落客道啊，就喺呢一個位置。咁啊，我哋可以再行翻過嚟，其實大家仲可以睇翻類似翻入門口大堂嘅位置啦。採用嘅係我哋嘅漢白玉，以及翻我哋藍鑽金剛石去打造翻嘅造價咧，亦都會高昂些少。而上方咧係採用咗我哋嘅4方天井，作為翻一個設計手法。咁啊，佢嘅學名咧係叫做四水歸堂。咁啊，類似翻下邊就會出現翻一個聚寶盆咁樣嘅一個空間啦。因為我哋廣東地區咧係水為財，咁啊呢度意味住就係豬籠入水，財源滾滾嘅一個意思㗎啦。而可以再睇翻呢度。呢度咧亦都係採用咗我哋超過30年嘅一個羅漢松嘅樹齡嚇嚟作為翻門口嘅一個點綴，所以你從入門口嘅氣息，你就可以彰顯得到整個屋苑嘅一個豪華㗎啦。你從入門口再到我哋嘅園林，再到我哋嘅會所，其實每一處咧都可以體驗得到現時目前4.0住宅最輕嘅一個設計手法啊！咁啊呢一種設計手法咧，其實喺我哋相隔嘅城市喺珠海咧係會比較先出現翻嘅。所以其實你話中山目前呢啲4.0住宅或者係新規嘅住宅啦，佢嘅一個設計手法咧，亦都可以話模仿翻珠海嘅一個設計手法，類似翻我哋嘅灣世一號或者係我哋嘅華發金剛府啊。咁啊呢一度咧係採用咗我哋2線角1噸重嘅一個電子感應大門，材質咧係用鋁而去打造翻嘅。OK， 咁啊如果你係中意翻呢一種豪華氣派嘅屋苑咧，你可能可以考慮翻4.0嘅一個住宅，而且佢嘅一個實用率亦都係極為之高。高達130% 嘅實用率，而且仲會有翻佢嘅最新型嘅園林，中式嘅園林或者係深中式嘅園林，而且嘅話咧，亦都係有咁靚仔嘅一個會所可以俾到大家去體驗翻。咁啊，當然佢都係有相對應嘅一個短板。佢嘅短板係乜嘢咧？4.0住宅嘅通病就係佢嘅容積率會比較高。咁啊，另外嘅話咧，就係佢嘅一個收樓時間會比較長。好似翻香生頌呢度係要去到2027年嘅6月份，合同係寫住2027年嘅6月份去收到樓。咁啊，再加埋4.0住宅咧，佢嘅樓禁佢相對嚟講都會短咗些少，所以佢呢一度咧亦都係作為翻佢嘅一個短板。如果你係中意翻一個現樓即買即時可以收樓嘅，你可能都係要考慮翻我哋嘅3.0嘅住宅。咁啊4.0啦，仲有個優勢就係佢呢度嘅戶數會比較少。類似翻香生頌呢一度係只有468套嘅一個戶數啊，咁啊佢每一層咧都係專梯專火，一層只有2個單位，係啦，咁啊我哋依家咧再帶大家入去睇翻佢嘅一個園林會所，以及翻佢嘅一個示範單位，又嚟睇翻佢究竟值唔值呢個17000蚊到23000蚊1平方米嘅一個單位。我哋依家即時開片。
OK， 咁我哋依家咧係入嚟到佢售樓部嘅位置啦，同時咧亦都係作為翻會所其中嘅一部分。咁啊，大家可以見得到。咁啊，平時我哋過嚟睇樓嘅時候咧，就會坐喺呢一個位置，為大家嚟做翻一個傾偈。咁啊，同時呢一度咧，亦都係有翻我哋嘅電視機，上邊係可以操作翻我哋嘅 VR 圖。咁啊，喺上一期嘅影片啦，介紹翻呢一個香生頌嘅時候，都同大家詳細咁樣去介紹咗佢嘅區域同埋沙盤。咁啊，今一期咧就簡單啲嚟同大家去分享翻。咁啊，後期呢個售樓部咧，等佢呢度嘅樓賣完咗之後咧，亦都係會造成翻我哋嘅一個會所㗎嚇。OK， 咁我哋行翻出嚟，嗱呢一度咧就係嚟到翻佢會所入邊嘅園林嘅區域啦。前方咧就會有翻我哋10米嘅曲面飛瀑，而嗰啲水流翻出嚟，經過翻我哋嘅影水台，會出現得到一個西北嘅朝向，明明咧就係文昌水啊！佢呢度映射落嚟係西北，但係我哋呢一度望翻過去咧係屬於偏南西南多啲嘅。咁啊，文昌水嘅寓意喺邊一度咧？就係學業有成，因為呢一度石岐區，而且喺香生頌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強有力嘅學區嘅位置嚟嘅。佢匹配嘅小學咧就係我哋嘅石岐實驗小學以及翻奇光實驗小學。咁啊，第實驗小學呢幾個字嘅話咧，都係強有力嘅一個學區嚟嘅嚇。咁啊，佢呢度對比翻朗月嘅一個設計咧，佢係呢度係偏簡約風，係偏翻我哋嘅一個裝飾多一啲嘅。保利朗月嗰邊係宋式啊嘛，咁啊大家可以見得到，佢整體上咧係以翻我哋咁多嘅一個水景而去佈置翻嘅，係啦。咁啊同時之間啦，佢呢度咧亦都會發射翻類似翻我哋一啲工兵嘅一個嘢出嚟啦，所以會令到我哋行翻入嚟嘅話咧，會更加之有意境。咁啊當然去到我哋呢一度係屬於翻我哋負一樓嘅位置，而翻我哋嘅一樓先係翻我哋嘅園林嘅區域。咁啊，同時之間，佢上邊呢一度咧，亦都係有翻我哋嘅一個休息區，俾到大家平時可以坐翻休息下，可以欣賞翻下邊咁靚仔嘅一個景觀。OK， 咁我哋依家咧就入翻嚟會所嚟同大家去介紹翻。佢會所咧，佢每一個會所，佢每一處空間咧，佢都係可以通翻出嚟前邊呢一條園林啊嚇。OK， 咁我哋行翻入去。咁啊，首先嘅話咧，會先同大家嚟介紹翻佢嘅一個室內恆溫泳池啊。咁啊，我哋可以行翻入嚟，佢呢一度咧係做到翻我哋男女各自有獨立嘅更衣室嚟嘅嚇。咁啊，行翻入嚟咧就係呢一個無邊際嘅恆溫泳池，亦都係一個比較標準嘅25米嘅一個泳池。咁啊，呢一個泳池，大家可能我之前都講過。類似翻呢一種恆溫泳池咧，都係外包出去，以第三方去承建翻去做翻嘅一個泳池。咁啊冇錯，建華龍湖香生頌呢度都唔例外，亦都係屬於第三方嘅一個承包。但係呢個好處係邊一度咧？就係呢一度對比翻朗月嘅話咧，佢嘅會所係屬於翻私人嘅業主會所，佢就係唔會對外開放嘅。咁啊呢一點咧，大家就需要提前知道，佢只會對業主去開放翻，所以對於翻我哋居住翻喺呢一區嘅話咧，隱私性係會比較高嘅。咁啊同時之間，我哋享受嘅就我哋居住嘅人群享受嘅嘢係唔同嘅。咁啊對比翻，如果你話一個泳池真係好多人都可以過嚟呢度使用翻，咁我哋作為翻呢個會所，對於翻我哋業主其實隱私性係好差嘅。咁啊同時之間啦，如果我係業主嘅話，我唔會經常落嚟，因為人群比較複雜。OK， 咁我哋睇完翻呢個泳池啦，大家仲可以睇翻佢呢度咧係做到翻一排類似翻沙灘椅嘅一個做法喺呢一度啦。咁啊平時游完水更完衣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喺你上邊休息一下。咁啊除咗翻佢呢度嘅泳池啦，佢亦都係有翻我哋嘅瑜伽室。咁啊佢嘅好處喺邊一度咧？就係佢四方位，佢全部都可以欣賞翻出邊園林嘅呢一個綠植景。你邊游水，你都係邊有景睇嘅。OK， 咁我哋可以再行翻出嚟。OK， 咁啊行翻過嚟嘅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嚟到翻我哋嘅一個做 gym 嘅地方啦。OK， 咁啊平時喺呢度可以健下身。咁啊最主要咧就你邊健身嘅同時咧，你又可以邊欣賞翻佢出邊咁靚仔嘅一個景觀，所以咧會令到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都會身心愉悅咁樣嘅。係啦，咁我行翻入嚟咧，入邊就係會做翻我哋嘅一個瑜伽室。咁啊有一講一，
我哋之前帶過幾批業主過嚟呢度睇樓啦，都會講到呢度嘅瑜伽室相對嚟講咧係偏細咗一啲，就係呢個空間係偏細咗一啲。咁啊呢一度嗰個窗簾咧，全部都可以拉翻上嚟㗎嚇。咁啊佢同時都可以欣賞翻出邊園林嘅一個景觀。咁啊另外佢會所呢度可以享受嘅一個配套啦。呢度仲會有翻我哋嘅茶水間。咁我哋可以再行翻過嚟。想帶大家嚟展示翻佢嘅一個車庫嘅空間。我覺得呢度嘅車庫真係做得係數一數二嘅。哇！大家可以見得到係咪入到嚟好豪華嘅氣息？我哋呢一條路轉入去就係我哋頭先售樓部嗰個位置。阿麥咧係兜咗一個圈入嚟嘅。咁啊呢一度咧就似翻我哋酒店嘅一個入戶大堂。大家有冇 feel 得到？呢一個咧係有個更掣，我哋可以掹翻出嚟睇翻佢嘅會所。睇翻佢嘅車位 ，OK。咁我哋行翻出嚟，車位嘅話咧，到時每日亦都係有清潔人員定時去同我哋清潔翻。咁啊呢一種車位咧，目前係喺邊度先見得到？喺商場。來自翻你中山嘅話嚇，你中山嘅話，你去到富力城個商場嗰個車位咧，做得都係冇香生仲呢邊咁靚仔嘅。大家可以見得到。標準嘅車位咧，佢係兩個連住翻喺一齊嘅，所以佢唔會造成翻類似翻好多個可能4、5個一齊夾喺中間啦。咁同時之間，從佢上邊嘅吊頂，從佢下邊嘅地側，會見得到豪華嘅氣息。到其時我哋揸車直接嚟到車庫，然之後就可以經過我哋嘅負一樓，入去到我哋嘅會所，入去到我哋嘅大堂。OK， 咁我哋睇完咗佢屋苑入邊嘅一個設施一啲配套啦，咁我哋依家再帶大家去睇翻超130%嘅實用率嘅單位，又係點樣嘅？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嚇，咁我哋依家咧係嚟到咗117平方米嘅呢一個示範單位異地嘅用品間入邊啦。我哋首先可以見得到門口咧係送咗你有10個平方米嘅入戶花園嘅位置。到其時呢度亦都係會進行翻一個方窗嘅設計嚇。等陣阿媽咧會帶大家去睇翻我哋嘅139方嘅實體樓啦，以及翻佢嘅一個交付標準又係點樣嘅。首先為大家開箱嘅係117平方米，門口送咗你10平方米之餘啦，入嚟到屋苑係未計佢嘅一個實用面積嚇。佢呢一度嘅實用面積咧係高達於152平方米嘅一個實用面積，實用率咧係超過130%。首先會帶大家嚟睇翻呢個廳先，因為呢個廳嘅開間咧，足亦都話去到有6.6米咁長嘅一個開間啊！117平方米，6.6米咁長嘅開間，你去邊度揾得到呢？唯有就係呢一種4.0嘅產品先係可以俾到你咁豪華嘅一個咁氣派嘅一個客廳，6米幾嘅一個開間。而延伸翻過嚟嗱，我哋從入門口嚟同大家嚟講翻，佢呢一度咧係採用翻我哋嘅一個指模木作為翻我哋嘅交樓標準。上邊有人面識別。有門禁卡、有指紋，同埋有翻我哋嘅鎖匙，作為翻後期嘅一個交付標準。呢一度咧就係造成我哋嘅一個餐廚一體嘅空間可以喺呢度做翻我哋嘅一個收納櫃啦，甚至乎因為門口已經係有獨立嘅空間，我哋可以去做鞋櫃。喺我哋門嘅後邊咧就可以去做翻我哋嘅餐邊櫃，所以會更好嘅利用起身整個餐廳嘅空間。行翻入嚟，佢呢度咧。大家係即見即所得嘅一個情況嚇，佢到期時佢呢兩扇趟門咧，亦都會交付俾到你你平時類似翻你整下杯咖啡啊，整下個麵包啊，你其實就已經可以打開做成一個 open cage 咁樣。如果你係入邊係油煙比較大嘅情況之下咧，你可以封閉佢呢個廚房佢嘅油煙咧就唔會滲入翻我哋嘅一個客廳入邊去噶啦。呢一度正常我哋去做翻一個6至8人嘅餐廳嘅位置咧係綽綽有餘嘅因為整個空間咧係少咗我哋好多嘅過渡位。呢一度6米幾長嘅一個客廳，放眼喺117平方米，香生仲呢一種屬於4.0嘅產品先係可以咁樣做嘅。OK， 我哋再延伸翻出嚟睇翻佢露台。露台呢度咧亦都係採用咗比較厚重嘅雙層嘅隔音玻璃 Low E 嘅呢一種隔音玻璃去做翻交付標準。
咁啊4.0嘅一個共同點咧就係露台係比較闊嘅。咁啊露台佢呢一度咧擁有翻係我哋到係時呢個空間咧係屬於翻6米嘅一個挑高。咁啊佢基數層同埋偶數層咧佢係屬於翻一個雙隔嘅，就類似翻嗱我哋依家咧其實呢一個燈位咧可以講係屬於一個偶數層嘅設計手法，因為佢係連住翻我哋正區入邊嘅一個臥室嚟嘅。如果係基數層嘅話咧，就會連住翻我哋對面另外一間房嘅一個露台，作成一個6米嘅一個挑高。咁啊嚟同大家嚟講翻清楚先。咁啊由於佢呢一度本身交付嘅時候咧係交付咗一個房間，咁啊將呢一埲牆拆咗之後咧，會令到你成個廳會更加之闊。咁啊特別如果你係屬於翻屋企幾個人居住、3-4個人居住嘅情況之下，唔需要咁多嘅一個房間咧，其實將我哋客廳連住嗰間臥室咧拆除咗之後，佢嘅效果係會更加之正嘅。OK， 咁啊呢一度咧係屬於翻我哋飛機戶型入邊其中一間房啦。咁啊呢一間房咧，如果係基數層嘅情況之下，6米挑高嘅一個露台咧就會喺呢一間房連住翻出邊。如果係偶數層嘅話咧，就係好似翻我哋頭先咁樣嘅一個設計。咁啊每一間房間咧都係中規中矩嘅一個感覺嚟嘅嚇。咁啊亦都係空間感嚟講嘅話咧，喺117平方米，真係目前見到至今為止係實用率最高嘅。OK， 咁我哋行翻入嚟就係嚟到翻我哋呢個位置㗎啦。咁啊呢一個位置咧係屬於翻我哋已經可以講係第2個房間嘅。咁啊每一間房咧入邊係做到翻我哋無論係5尺床，亦都係可以放得落，所以佢整體上邊嘅一個空間咧會俾到我哋更加之實用。咁啊衞生間入到嚟嘅話咧，亦都係相對嚟講嚇，我哋可以企喺浴室。浴室呢個位置咧，佢係冇任何嘅飄窗位，所以我哋企落去咧比較風靜，空間感係比較強一啲嘅。咁啊，到其時呢啲馬桶啊、洗手盆亦都係作為翻我哋嘅交付標準。咁啊，首先佢採用嘅，無論係從我哋嘅牆磚上邊啦，係做咗一啲細節位嘅比較大氣，成嚿磚咁樣落嚟。咁啊，同時之間嘅話咧，大家可以發現得到呢個洗手台嘅空間係會比較大嘅。咁啊，正常我哋睇緊舊期時一啲住宅啦，可能佢嘅洗手盆咧真係得呢度嘅70%咁樣啫。但係佢呢一度嘅一個洗手台做得係會比較大一啲噶嘛，亦都係平時會更加之實用。咁啊，嚟翻主人房，主人房嘅亮點咧就嚟啦，270度嘅一個飄窗，而且佢呢度嘅飄窗係全部同你揼咗佢嘅。270度嘅一個飄台位，大家可以見得到，無論係從佢嘅採光或者係從佢嘅通風性咧，117平方米乃至翻我哋等陣睇嘅139風咧，亦都係極佳嘅一個效果呈現俾到大家嘅。因為4.0嘅一個產品咧，每日要曬足12個鐘嘅一個採光，所以咧你會發現得到佢會採用咗我哋專梯專房嘅戶型設計啦，所以咧佢係會成為一批兩戶，就反正一層咧只有2個單位。咁啊，呢一個燈位就會朝翻我哋嘅一個東能，咁啊嗰個燈位咧就會朝翻我哋嘅西能，但係佢每一處嘅空間咧都會造成燈邊位嘅位置，所以佢嘅採光係會比較好嘅。行翻入嚟嘅空間咧就係會造成到其時，因為呢度係有個柱位啊嘛，咁啊大家可以做成一個衣櫃去包住佢，咁啊呢度去做翻我哋嘅梳妝台，又係帶咗一個窗戶俾到你啦。咁啊呢個空間嚟講嘅話咧係比較實用一啲嘅。咁啊同時入到嚟就係屬於翻一個套間嘅設計，咁啊套間嘅設計咧入邊其實大家大致上 feel 下都知道啦，成個空間嚟講嘅話咧，亦都會比較好嘅。咁啊依家阿乜咧就同大家係介咗有2套嘅高層嘅燈位嚟俾到大家參考，咁啊其中咧係有翻我哋嘅基數層以及翻我哋嘅偶數層，大家可以對比下佢嘅一個價錢睇係點樣嘅嚇。OK， 咁啊同大家咧就係計翻咗一套10檔嘅一個價錢。咁啊10檔嘅話咧，依家有一套31樓嘅02單位，建築面積咧係117平方米。咁啊原價咧係去到2366406蚊，折後嘅總價咧就只需要2117433蚊。咁啊折後嘅單價咧高層位落嚟係18000蚊一平方米啊。但係佢嘅實用面積咧係去到152平方米嘅，咁啊實質上佢嘅單價只不過係13900嘅一個單價啫。咁啊首期款嘅話咧就要俾到318,433蚊，貸款嘅話咧係貸1799000蚊，月供30年嚟計嘅話咧就係7584蚊嘅一個月供款。
咁啊呢一個咧係作為翻我哋高層一個基數層嘅一個單位咧，係117平方米。佢嘅露台6米嘅挑高咧，會連住翻我哋另外飛機戶型呢一個房間嘅一個位置。咁啊，如果係計翻一套偶數層嘅，現時咧仲會有一套22樓嘅靈異單位。22樓嘅靈異單位咧，原價去到2446818蚊。咁啊，折後嘅總價咧就係218,9,384蚊。咁啊，佢嘅一個首期款嚟講嘅話咧，就係32,9,384蚊。貸款咧就係貸186萬，月供款咧就係7,841蚊嘅月供款。咁啊，兩個單位係大概相差咗有8-9層嘅一個位置啦。但係由於係基數層同埋偶數層嘅一個區別，兩者價錢上邊嘅體系咧係差唔多嘅，係相差咗有7萬蚊咁上下。咁啊，睇大家如何去選擇翻。咁啊，現時嘅話咧，我哋亦都係有獨家回贈38,000蚊嘅現金俾到屏幕前嘅各位業主朋友，作為翻置業大灣區嘅一個支持啦。OK， 咁啊，如果話大家有興趣嘅，記得要添加我哋上方嘅 QR Code 同我哋取得一個聯繫。現時咧仲會有翻我哋7座嘅商務車去到香港接你過嚟呢度實地睇樓，全程免費。咁啊，同時之間無論係售前售後嘅服務咧，亦都係由我哋本人親力親為大家做好翻呢一系列嘅服務。無論係從翻我哋開始睇樓到我哋簽約到我哋辦理按揭手續，我哋亦都會一跟蹤。包括收樓嘅時候咧，我哋會提供2次嘅驗樓服務，驗收咗1次，俾物業質收好，我哋再驗多1次，保證可以得到完美嘅收樓情況，就可以交貨俾到我哋業主啦。咁啊，同時開通水電、開通燃氣，包括後期嘅港車北上辦理居住證辦理其他一啲證件等等之類嘅話咧，我哋亦都係可以協助翻我哋嘅業主，帶翻我哋業主去辦理翻啊。所以如果話大家有興趣嘅，記得要添置翻我哋上方嘅 QR Code 同我哋取得一個聯繫，進行翻一個諮詢。咁啊，現時嘅4.0住宅無非就係香生頌同埋朗月作翻一個對比咁啊，可能新規嘅住宅去到遠用天住、奇君悦來呢一啲產品啦，亦都偶爾會攞出嚟對比咁啊，大家不妨可以添加我哋嘅 WhatsApp QR Code 或者係 WeChat 嘅 QR Code 同我哋進行翻一個交流。咁我哋依家咧再轉翻個鏡頭去睇翻我哋139方嘅單位又係點樣嘅。OK， 咁我哋睇完117平方米之後啦，同時我哋嘅位置咧亦都係處於翻1樓園林區嘅位置。咁啊，佢哋同大家講翻每一座嘅樓下咧，佢都係有獨立嘅一個訓會所主題，每一座嘅主題都係唔一樣。咁啊，呢一座咧針對於係以翻我哋一個兒童樂園區為主嘅。行翻入嚟嘅情況之下啦，首先會映射喺我哋入眼前嘅就係我哋嘅一個觀影區，喺呢一度平時就可以睇下啲電影。咁啊，當然啦，類似翻呢一種咧就唔需要預約。咁啊，需要預約嘅一個位置喺邊度咧？我哋可以行翻過嚟，就係嚟到翻我哋有獨立嘅一個鋼琴室佢呢一度咧係有幾個嘅。咁啊，另外呢一度。因為呢度咧，會擺放咗我哋平時可能細路仔會學到嘅一啲樂器可以喺呢一度平時作為翻一個溫書補習嘅一個作用。咁啊，呢一度咧同樣亦都係有個鋼琴室。其實有一講一，喺中山呢一個地區咧做到咁樣嘅訓會所咧，亦都係首次見嘅不過呢一度咧，因為唔排除後期會有咁多人嘅一個入住率嘅提升啦，所以呢一啲類似翻我哋鋼琴室咧，就係需要預約翻嘅咁啊，呢一度咧平時就係作為翻我哋嘅休息區如果係未等到我哋嘅一個業主翻嚟，我哋平時可以坐喺樓下休息一下。OK， 咁我哋依家咧就轉翻個鏡頭，直接上去翻我哋嘅樓上，為大家介紹翻139平方米嘅單位又係點樣嘅。OK， 咁我哋依家咧就係上到嚟139平方米嘅實體樓嘅位置啦。咁啊，到期時我哋嘅電梯做好咗，我哋就會從翻呢一個 lift 口行翻出嚟，專梯專戶嘅一個戶型佈局咁啊，到期時嘅一個交付情況就係咁樣，落地嘅玻璃窗，但係佢下邊一定係需要有牆體去造成翻一個加固嚟嘅。如果唔係咧，係危險性會比較高，所以咁樣嘅做法咧，亦都係比較安全，而且採光度或者係從外立面嚟睇咧，係更加之氣派。咁啊，門口贈送嘅空間咧，大致上亦都係有10平方米左右嘅一個空間。咁啊，到期時無論係做收納櫃、做鞋櫃，喺門口呢一個位置咧，已經就可以滿足到晒大家噶啦。OK， 咁我哋行翻入嚟，139方咧都係子母門嘅一個設計，
行翻入嚟咧，會經過我哋嘅入戶玄關嘅位置，而去到我哋嘅一個洞區，就係我哋嘅餐廳同埋我哋客廳。咁啊喺呢道門嘅後邊嘅話咧，就係有翻我哋一個驗視示範燈位，做到一個收納櫃嘅空間。咁啊到期時後邊係冇交付任何嘅一個櫃桶嚇，所以大家就靈活咁樣去運用翻、使用翻。咁啊現時我哋可以見得到。整體上139方咧係十分之闊嘅，因為佢呢一度係做到南北對流加埋呢個雲廳，單單係呢一個廳，按照示範燈位咁樣嚟計嘅話 ，book 咗一間房，佢嘅一個客廳嘅開間咧係去到接近於有我哋8米咁長噶啦，139方所以嚟講嘅話，成個空間係比較誇張嘅，而且中間係冇咗我哋嘅過渡位，所以我哋嘅餐廳或者係我哋嘅客廳利用起身嘅空間會更加之高。咁啊行翻嚟呢個位置，現時大家可以見得到係用咗一個趟門，呢一個咧係示範單位嚟嘅嚇。到期時咧，佢下邊亦都係有個長體，類似翻我哋頭先呢一個電梯口出嚟嘅位置一樣嘅。因為佢呢度出去係冇露台，嘅，對比翻朗月香生狀嘅短板就出咗嚟啦。佢朗月嘅話咧，佢要睇基數層定係偶數層嚇，佢每一層嘅話咧，佢係唔同嘅，要麼咧就係有6米挑高，要麼冇6米挑高嘅，就係出邊喺我哋嘅北面咧係有翻我哋嘅露台。而香生狀佢呢一度就唔係嘅，佢呢一度係冇露台，就係北面佢呢度冇露台，冇做到我哋嘅雙露台。而佢呢度咧6米挑高，偶數層嘅話咧就會連住翻我哋呢一間房。呢一度咧係偏向於我哋靜開嘅房間，偶數層就會連住翻呢個。咁啊，如果係基數層咧？基數層就會連住翻我哋入門口第一間獨立嘅房間，呢一間係套房嚟嘅嚇。OK， 咁我哋首先嚟睇翻嗱，嚟到呢個位置，咁啊佢呢一度咧係做到翻有翻我哋4房3個衞生間咁多嘅，咁啊其中2個房間咧係屬於翻一個套間嘅設計，所以對比翻我哋屋企有老人家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好好嘅一個空間嚟㗎啦咁啊。因為咧老人家亦都係有獨立隱私嘅一個空間，咁啊呢個套間做得亦都係中規中矩啦，但係佢俾到一個衞生間俾到你咧，喺139方呢一種面積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罕見嘅。OK， 咁我哋睇翻啦，整體上空間咧亦都係5尺床3邊落地，包括我哋到期時嘅大衣櫃，甚至乎你放個茶几落去，整體上個空間咧亦都可以滿足到一家大細啦。咁啊當然，我認為如果你係想你個廳更加之豪華，你必須要將呢一個房間去 book 咗佢。但係如果你係家庭成員居住嘅人口比較多嘅情況下，需要房間比較多咧，咁啊呢一個房間咧就唔好去喐佢噶啦。但係佢打咗之後，確實呈現翻出嚟嘅效果咧係比較唔錯嘅。OK， 咁啊嚟翻餐廳位，佢呢一度咧亦都係做到我哋嘅一個 open kitchen，佢交付到我哋嘅一個情況嚟嘅嚇。咁啊到期時，如果呢一個賭台如果有需要嘅情況下，呢一個賭台亦都可以做翻多一處嘅一個延伸，就係我哋裝修上邊。因為如果咁樣做嘅話，你想更加之實用，你可以將呢個賭台再延伸翻嚟餐廳位，去做成一個 U 字形嘅一個餐廳，會更加之實用一啲。咁啊當然啦，賭台係有賭台嘅實用性。賭台嚟講嘅話咧，佢嘅一個美觀上邊啦，包括佢上邊有平時可以做翻我哋嘅一個分區，會比較好嘅。咁啊呢度我哋可以整麵包、整咖啡，呢度咧我哋可以平時作為翻我哋中餐嘅一個主食。咁啊行翻入嚟嘅呢一間房咧，頭先就講咗係 book 咗佢帶大家嚟睇翻個露台先。偶數層佢6米挑高嘅露台咧，就係喺呢一間房間上邊嘅，大家可以 feel 得到6米挑高。咁啊呢一度咧係屬於一個錯層式，所以基數層呢一個6米挑高咧就會移翻喺另外一邊噶啦。但係有個鼻端嗱，請先可以行翻過嚟我哋呢個空間。4.0嘅共同點，佢嘅鼻端喺邊度咧？就係呢度6米挑高，我哋已經同上方呢個露台咧係正視翻嘅，所以佢相對嚟講呢度嘅隱私性咧，亦都係唔係幾高。呢一個咧就係4.0嘅一個通病。咁啊睇大家如何設置翻。咁啊6米挑高呢一個空間咧就係唔允許去封窗嘅所以呢個空間係封唔到窗嘅。咁啊平時就係作為翻我哋飲茶啦、傾偈啦，甚至乎係做成一個寵物天地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佢整體上單係呢個露台咧，亦都係有10個平方米咁上下嘅一個面積㗎啦。咁我哋再行翻入嚟，就係嚟翻佢靜區嘅一個空間。呢度係做到雲廳南北對流。咁啊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廁。
咁啊再延伸翻入邊嘅話咧，嗱呢一間房咧亦都係 book 咗一半嘅一個長體。咁啊當然啦，如果你係想做成一個房間需求嘅情況之下啦，呢一間房盡量就唔去打佢啊，因為打咗佢咧，我哋房間嘅隱私性相對嚟講係比較差。嗱咁啊139方點稱之為豪華咧？我覺得係必須嚟睇翻呢個套間嘅。大家住酒店嘅情況之下，就會見得到類似翻酒店一啲套房入邊嘅一個洗手間一樣，係做到我哋有2個洗手盆，而且呢度企工位都唔細嘅，企工位都唔細，馬桶位亦都係足夠於闊落，而且咧係放咗一個浴缸位俾到你嘅。咁啊到其時呢度都係咁樣嘅一個交付情況。270度嘅一個景觀飄台，所以佢嘅採光咧係非常之光猛嘅。咁啊當然啦，上邊咧亦都會貼好咗一啲磨砂紙，保證得到我哋嘅隱私。139方，嗱呢個空間大家可以 feel 下。其實現時嘅4.0香生頌同埋朗逸咧，我哋經常攞出嚟對比。咁啊呢一處嘅空間其實佢嘅設計手法大致係相同嘅，270度嘅飄窗，而且喺呢一度亦都係有獨立嘅空間。佢呢道門咧係冇交付啊嚇，佢呢道門後期就需要大家咁樣去做翻嘅。呢度就可以做成我哋獨立嘅一個梳妝台，咁啊男主人一個衣帽間，女主人又可以做成一個衣帽間，整體上面嘅空間咧亦都係 design 得比較好。嗱咁啊有一講一啦，現時我哋嚟到呢一個139平方米，其實117平方米咧嘅選擇性會比較多。因為咧佢會偏向於我哋有高層咁多嘅一個選擇，所以咧佢嘅呢個隱私性，我覺得佢比較好嘅。但係如果139方你夾喺中間，而且係低層嘅位置嚟講嘅話咧，嗱咁啊首先佢嘅一個隱私性就會比較差啦，因為以前邊呢一座樓宇佢嘅樓間距大致上都係20-30米，係會比較窄一啲嘅。但係佢嘅一個橫向嘅一個距離咧，亦都係會夠晒位。咁啊呢一度咧，我覺得就係比朗逸好咗些少。咁啊，如果你想咁香生頌隱私性夠高嘅，冇人喺呢度可以睇到你嘅，你就可以睇翻我哋最前排3棟同埋4棟。因為咧3棟同埋4棟咧係最靠前邊嘅，佢前邊係冇任何嘅遮擋，而且望正落去咧就係我哋嘅鳳鳴湖公園。佢喺景觀上邊咧，亦都會更勝一籌，以及翻佢嘅隱私性上邊會更勝一籌。咁啊，價錢咧嗱，價錢就嚟同大家做翻一個對比。如果你係揀翻睇湖景，而且隱私性會夠高嘅情況之下咧，佢嘅價錢一定係會比較貴嘅。咁啊，依家咧就係同大家介咗一套6棟以及翻我哋4棟望湖景嘅139方作成一個對比。咁啊，現時6棟咧就有套9樓嘅靈異單位139平方米，原價咧去到3147979蚊，折後嘅總價咧係2845227蚊。佢嘅實用面積咧係可以高達194平方米，接近於200方嘅一個空間嚟嘅嚇。OK， 咁啊首期款嘅話咧就係427227蚊，貸款金額為241.8萬，月供款咧就係10194蚊。呢一個咧就係屬於翻我哋6棟9樓嘅一個價單體系。咁啊延伸過嚟，我哋4棟望湖景嘅。咁啊，同大家咧係計咗一套8樓嘅，相差一個樓層唔多。咁啊，呢一度原價係去到3418629蚊，折後嘅總價咧就係308984848蚊。佢嘅一個首期款咧就去到463848蚊，貸款金額為262.6萬，月供款係11071蚊嘅月供款。咁啊，兩者對比落嚟，佢嘅總價上邊嚇。其實亦都係有啲相差，大致上係去到有翻我哋20幾萬嘅一個價錢。就你同個樓層嚟對比咧，一層係要相差係20萬嘅一個價錢。所以咧就睇翻大家如何去選擇翻。你想要性價比嘅，你可以睇翻我哋嘅6座，望翻我哋嘅園林景。今日到期時主人房呢啲就拉埋我哋嘅窗簾就得啦。因為如果你樓望樓嘅呢一種情況之下嘅話咧，你嘅主人房成日都要拉埋我哋嘅窗簾嚇。無論你平時甚至乎你做個投影儀啦，你都係要拉翻我哋嘅窗簾嚟嘅。咁啊，如果你想景靚嘅，你日頭又要打開一啲窗簾啊，打開成個門窗，造成一個非常之通風採光非常之好嘅效果咧，建議大家就可以睇翻我哋前排嘅單位，去到我哋嘅第4棟。
前方咧就可以直望翻我哋嘅鳳鳴湖公園嚇，所以佢嘅景觀視野咧係十分之開闊嘅，而且咧亦都唔會出現翻樓蒙樓嘅一種情況。咁啊睇大家如何去抉擇翻，咁啊統一我哋亦都係有回贈38000蚊嘅現金俾到屏幕前嘅各位公眾業主，作為翻一個置業補貼。咁啊如果話大家有興趣係記得 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聯繫翻我哋嚟到實地睇樓，全程係免費。我哋有7座嘅商務車去到香港接你過嚟呢度，全程免費㗎嚇。咁啊今一期嘅節目內容咧，大致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主要咧亦都係同大家介紹咗我哋嘅117同埋139呢兩個比較熱銷嘅產品嚟分享俾到大家。咁啊同時咧，會將我哋前排蒙湖景嘅單位佢嘅價錢攞嚟對比翻我哋蒙園林嘅價錢，咁啊相差20零萬嘅一個價錢，就睇大家如何去抉擇翻。如果係我嘅話咧，做按揭嘅情況之下，其實相差係冇幾多嘅，首期款咧相差幾萬蚊，月供款咧相差都係1000蚊到。我會更加之建議大家可以睇翻鳳鳴湖公園呢一個朝向，因為前排完完全全就係冇遮擋嘅。咁啊，對於翻我哋後期嘅一個價值咧，亦都相對嚟講會更加之高。咁啊，今一期嘅節目內容大致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仲未訂閱翻我哋 channel，記得要訂閱翻我哋嘅 channel。咁下一期嘅精彩影片，大家先絕對唔會錯過。我係阿媽，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